过来是罢免掉国民党立委罗志强的民间团体，再去到台北市选委会来送第二阶段的联署书，36,398分，达到门槛的756%。罗志强是回应讲，伊将要正式来启动大安100港的街头演讲计划，呼吁支持者投下无同意罢免票。罢免那也入会第二阶段连署送件，大安强强棍伫今日送到36,398份连署书，达到756%。我们希望用真相来对抗罗志强这个虚假的人设。罗志强也回忆讲，这场无差别性而且无分无悔的大罢免，对台湾的民主甲台湾的社会造成实质的伤害。宣布正式启动大安100港，除了成员洪胜爱、国民党台北市东部主委黄鲁金祖，做回好民主反恶霸，也呼吁大家站出来当无同意的罢免票。那和罢免团体对立，甲台北市议员简书培正会也搁来继续。不用那么急嘛，看我想什么时候告就什么时候告。不问简书培，这个家己政治现金有问题。罗志强真正起价话讲要提告，所人一直无动作。也毋过简书培透露讲，顶礼拜文山区出现定位的民调，问讲敢有前党简书培协助罢免罗书宝，是毋是前党提议罢免简书培？这个是罗志强发动罢免的手段，敢讲罗书宝也插手啊？他们也希望挑起蓝绿的对立，那么要用以霸制霸，用恶霸的方式来处理。对于简书培议员这样的民意调查，是不是背后有罗志强或是国民党的势力在恶意操作？我认为民众或者是大安区的选民看得非常清楚。大罢免哪里正面高峰？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